一辆英文办事员，一辆资深大道团，满腹欢喜一自在，了却心事无操劳。弥勒十方广流行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，真如复兴开正中，实怀得了放光明。我们非常感谢菲律宾的到期因非常天祥的魅力真正的英雄。接着，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，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，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。大会报告，越南城市剧表演，请到出台前，听众朋友在场请见。在起来，都是不珍惜。小姐是在哪儿见过？过去跟我讲，请问是子丽吗？你是Helen大姐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在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此时相逢甚谈中。所以嘛，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。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，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。好，各位贵宾、各位长官、各位群人、各位顶来师、各位田家大德，大家好。哇，热闹哦，人山人海哎，协力协力。请问一下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嘛，不知道。切，你什么都不知，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，没有常识至少嘛，你做过家事啊？没有做过家事，你应该经过教室，是不是？说得不错。大会报告，来宾在这里哦。您的姐姐在出台前的好。原来如此，你太看不起我啦！害我带了这么久，一直想不起你。现在耍一些手机，使本领给你看哦，仔细听哦。吃葡萄不吃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哇，真不错！想不到士别三日，竟然刮目相看，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。谢谢。现在轮到你有问题嘞，过去问一下，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？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，又会绕口令，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，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！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？说来听。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，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，一味的加料。还会加料好。说来听，仔细听听看哦。打个比方吧，我们来听听这两个人的对白。Hello, Miss Lee， 你在哪儿啊？我去 shopping 啊。I see。今天是 weekend，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。是吗？感谢，德里玛嘎塞。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。其实嘛，你还有好多的嘞。比如呢，就好像我们时常说，你有事你跑先，怎么用跑的呢？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，这还没关系。你说更妙的嘞，他还说你累了，去旁边养神仙哦。养神仙，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、养二奶，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？所以嘛，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。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佛性，但是来到我们世间，都受到许多的色彩，
所感染到，把我们的佛性一一点燃上了污染，使到我们忘记了佛性的本来。你说可悲吗？对对，我也同感。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，让我们有福得无宝贵的大道。在漫漫长年人生中，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，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，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至美的本性，在乱世中如灯一降，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，拯救了多少的性命。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，在艰苦中披荆斩棘，开花贤道，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呀！如今，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，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工作，来到这里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，照一份慈悲之光。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，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，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。愿我们与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上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，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。说的没错，天道的普度之事就只是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。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。对，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，根据统计，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.2人行为偏差，比如抽烟、喝酒、吸毒、打架、作奸犯科，样样都齐哦。对，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，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。现在一日30-50件，大家听得无声呀。打开传播媒体，那边发生跳楼自杀，这儿子杀父母，天哪，人伦败坏，人伦败坏哦！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？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？贪心是最猛烈的火，憎恨是最坏的执着。一念善心起，诸世界吉祥；一念恶心起，种种灾难殃。这心可上天堂，亦可下地狱。心可成佛祖，也可成魔鬼。罪业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亦完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！人间天堂风光好，修道要趁早。不为双修没烦恼，不修也枉早。对，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哎呦呦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？再告诉你一次，今天是我们神年3一火圣堂落成的大喜之子啊！对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？哇，你瞧瞧，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。说的没错，我们不敢说绝后，但绝对是空前。对，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，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。这是上天的恩典，前人不理世纪所有典范式的慈悲和苦心。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，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，从黎明到黄昏，无数的日子里，从清晨到黑夜，多少的泪水和汗水，一砖一瓦，一沙一土。有人刷油漆，有人列瓷砖，有人挑泥土，有人绑钢筋，有人舍钱财，有人当义工，大家欢欢喜喜，共同创造一座老母的行宫。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，一片爱心能够潜移整个社会。何有康康体协力，相照舞台。讲到这里，后学有点心惊胆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意有点紧张哦。天意莫转，天意迭转，莫三秋三灾八难，天必留哦。久久浩劫谁人脱？就事为平一贯中。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，必须有狮子的体力，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。一日修来一日功，一日不修一日空。道在圣传修在己，得有人意命由天。我们举世不必邀功，我便是德。我们为人不必感德，无怨便是德。在这么一个有意义、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欢迎
场的道亲们，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劲舞，以表达我们最大的热忱。我们有请。也在最后时刻，我们一起共勉。让我们借以无数的众生，将这大法船载得满满的，让我们引导在密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。大家手牵手，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暖流，大家心连心，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。说不尽的天恩，道不尽的温馨，天吹地改，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。各位先贤大德，各位
位道亲嘉宾，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。谢谢。非常感谢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。别以为舞蹈只有年轻朋友们可以跳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群妈妈们的热歌、劲歌热舞的表演。这个节目是由施秋熙老师所带领的中营学区妈妈普风舞。首先为各位介绍第一首表演的这个舞跳，叫做《汉桥恰恰》。
谢谢菲律宾大仙虔诚的吟诵，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他们。明日应运万事圆，一念自心大道团，满腹欢喜一自在，了却心事无操劳。以乐十方广流行，暇时扶持大道了慧命，真如复兴开正中，实怀得亮放光明。我们非常感谢菲律宾的道亲因非常虔诚的明日真正的吟诵。接着，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道亲，他们远道而来的青年伙伴们，为我们带来非常感性的感恩词与非常精彩的热舞表演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越南陈志庆小姐请到主台前，听众朋友在场请见。在起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来宾陈立国小姐，廖玉小姐，听众朋友在主台前，谢谢。我去跟我讲，请问是子丽吗？你是你是Helen大姐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在此人生而处不相逢，此时相逢盛坛中。是，所以嘛，我说缘分的东西是很奇妙的，我们竟然在这边巧逢了，那我们先向大家问个好。好，各位贵宾，各位长官，各位亲人，各位警察师，各位田家大德，大家好。哇，热闹哦，人山人海哎，协力协力。你们想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嘛，不知道。切，你什么都不知，你没有知识也有常识，没有常识至少嘛，你做过家事啊？没有做过家事，也应该经过教室，是不是？说得不错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来宾在这里哦，小姐，您的姐姐在舞台前等好您，谢谢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太看不起我啦，害我待了这么久，一直想不起你，现在耍一些手机，指使本领给你看喽，仔细听哦，吃葡萄不出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出葡萄皮。哇，真不错！想不到士别3日，竟然刮目相看，也学起人家有点墨水来。谢谢谢谢。唉，喂，今天轮到你有问题嘞，过去问一下，什么事情使你这么叹气？我想到你的华语讲这么棒，又会绕口令，反而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华语，真是让人家伤脑筋啊！哦，什么事使你这么伤脑筋呢？说来听。我们平常所讲的华语，总爱加入一些地方色彩，一味
你在哪儿啊？我去 shopping 啊。哦 ，I see。今天是 weekend， 难怪你穿得这样 smart。哦，是吗？感谢感谢，大姨妈感谢。耶，这只是我们新加坡的心意之一而已。其实嘛，你是还有好多好多的嘞。比如呢？就好像我们时常说，你有事你跑先。怎么用跑的呢？应该说你有事你先离开。这还没关系，有时候更妙的嘞，他还说你累了，去旁边养神仙哦。养神仙，我只听过有人养情夫、养二奶，几时倒又养起神仙来呢？所以嘛，这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华语咯。哎，忽然想起我们天下的众生，其实每个人都有圆满的活性，但是来到我们世间，都受到许多的色彩所感染到，把我们的活性一一给染上了污染，使到我们忘记了活性的本来。你说可悲吗？对对，我也有同感，所以我们要感谢天恩师德，让我们有福得无宝贵的大道。在漫漫长夜人生中，遇了多少名利和欲望，在生死浮沉之中轮回，迷失了我们至真至善之美的本性，在乱世中如灯一将，一盏明灯突破了黑暗的虚空，拯救了多少的性命。前辈们的无为牺牲与奉献，在艰苦中披荆斩棘，开荒贤道，让我们身在异国的子民也能加入修道的行列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呀！如今，为了感念我们前辈们的劳苦功高，我们放下了我们的工作，来到这里，这千载难逢的盛会中，照一份慈悲之光。也希望在这个盛会中，为众生带来更多觉醒的空间，为世间传达更多的和平讯息。愿我们以同修们共同将这个天道真理上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以报答前辈们长期以来对后学们的关怀与栽培之恩，更以报答浩荡的天恩。说的没错，天道的普度之事就拯救我们天下所有的苍生。但是最近我们的社会生病了。对，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，根据统计，我国目前的青少年几乎每10人有1.2人行为偏差，比如抽烟、喝酒、吸毒、打架、作奸犯科，样样都齐哦。对，早时一天一件小事情，马上全国大小拢会惊。现在一日30-50件，大家听个无啥物。打开传播媒体，那边发生跳楼自杀，这儿子杀父母，天哪，人伦败坏，人伦败坏哦！我们究竟处在怎样的社会中呢？这哪里是我们心目中最美丽的福尔摩沙吗？贪心是最猛烈的火，憎恨是最坏的执着。一念善心起，诸世界吉祥；一念恶心起，种种灾难殃。这心可上天堂，亦可下地狱；心可成佛祖，也可成魔鬼。罪业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亦完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啊！人间天堂风光好，修道要趁早。不会双修没烦恼，不修阎王找。对，刚才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哎呦呦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？再告诉你一次，今天是我们神年三一耳圣堂过成的大喜之子啊！对，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呢？哇哦，你瞧瞧，这外观简直可以媲美美国白宫呢！说的没错，我们不敢说绝后，但绝对是空前。对，这大法团是天堂街道所，能够救助无边众生脱离苦海。这是上天的恩典，前人复理世纪所有典凡事的慈悲和苦心，各位勤贤大德们的同心协力，对大清们的群策群力，从黎明到黄昏，无数的日子里，从清晨到黑夜，多少的泪水和汗水，一砖一瓦，一沙一土，有人刷油漆，有人叶瓷砖，有人挑泥土，有人绑钢筋，有人舍钱财，有人当义工，大家欢欢
的行宫，一粒种子能长出参天的大树，一片爱心能够潜移整个社会。都由苍山的结晶相照来。讲到这里后，先有点心惊胆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地有点紧张哦，天地莫转，天地叠转，莫上秋山在泛滥，天必流哦。久久浩劫谁人破？旧事为凭一贯中。我们身为一个修道人，必须有狮子的体力，猴子的敏捷以及骆驼的精神。一日修来一日功，一日不修一日空。道在圣传，修在己。得有人意命由天。我们主事不必邀功，我便是德。我们为人不必感德，无怨便是德。在这么一个有意义、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欢迎由新马的道亲们为大家呈现出热情的敬舞，以表达我们对道的热忱。我们有请。跳舞。
也在最后时刻，我们一起共勉。让我们借以无数的众生，将这大法船载得满满的，让我们引导在密海迷航漂泊的船只安全航向彼岸。大家手牵手，内心有一股龙的花开的挽流，大家心连心，共同传播天道的福音。说不尽的天恩，道不尽的温馨，天吹地改，让我们祝福咱们神燕山道路宏展。各位先贤大德，各位道听嘉宾，让我们一起创造大同的世界。谢谢。非常感谢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道歉的表演。